咧大家嚟到孕育健康好心情零碎運動會暨 SDG 世界紀錄頒獎典禮嘅。大家好啊，我係你哋今日嘅大會司儀悠悠，亦都咧係信任無憂嘅服務使用者之一。計劃咧希望咧透過創下累積最多孕婦及家人參與健康運動呢個世界紀錄，為到各位咧即將迎接新生命嘅家庭咧，透過做運動打支強心針，鼓勵大家咧持之以恆進行健康嘅運動，促進咧身心健康嘅。信任無憂嘅宗旨咧，主要咧係及早咧去識別同埋支援準父母產前同產後嘅抑鬱情緒啦，並為咧孕產家庭咧提供全面同埋適切嘅心理健康支援。呢個同我哋醫院管理局咧一向致力推動精神健康服務嘅宗旨咧不謀而合。咁最後咧，我就祝願咧今日嘅運動會啦同埋頒獎禮咧係圓滿成功啦。多謝張醫生。咁我哋今日咧準備咗一套運動，叫做順孕白式，將我哋身體所有嘅壓力咧都呼翻晒出嚟。1、2、3、4，2、2、3、4，3、2、3、4，係啦，呢啲手足嘅旋轉活動去幫我哋順孕無憂支援計劃刷新可持續發展世界紀錄，成功！哇！希望大家可以繼續關注孕產家庭嘅身心健康，家庭成員咧繼續互相關心、互相支持，從而創造一個有愛、可持續發展嘅社會。今日天氣好好啊，咁咧亦都見到好多孕媽媽啦，同埋屋企人啦一齊嚟到今日嘅活動，好開心啊！咁氣氛好熱鬧嘅。最深刻係影相嗰個攤位遊戲啊！呢幾個月都係忙住湊 BB 咧，好少一齊大家合照啦、影相啦。喺嗰個 moment 可以突然之間大家好有默契，同埋又可以識到好多其他唔同嘅準爹哋媽咪啦，咁大家可以一齊分享翻啲大家嘅困難同經歷啦。最深刻咧就係我 join 咗一個係講 how to play 嘅一個 workshop， 好詳細咁樣去講解咧啲乜嘢嘅玩具咧適合咧就係同佢玩咁樣。BB 出咗世之後就買啲咩俾佢，同埋可以增進嗰個親子關係咯。